住過咁多泰國酒店，最近終於揾到我嘅最愛啦！佢嘅地點未必係最方便，但係質素嚟講係我住過同等價錢裏面呢應該係最好嘅。酒店每一個地方都流露雅致嘅高級感，出入仲可以坐房車 shuttle。房型方面，今次就 book 咗套房，裡面有露台仔啦、客廳、開放式廚房、一間細細地嘅洗衣房，仲有睡房、更衣室同埋廁所等等。不得不讚嘅係，佢哋幾乎每一個細節都可以做到一塵不染，整體乾淨嘅程度都真心幾 surprise。另外，洗護用品、body lotion 等等都係用西班牙嘅頂車品牌。泳池說不上好大，但係有瓦遮頭，啱晒我呢啲又中意游水又怕曬嘅人。專門設備超齊，不過得公園景。早餐直接封神，因為實在太多嘢食，尤其如果你好似我咁超中意食麵包。下次再開個 post 同大家介紹早餐，推介俾中意曼谷嘅你。